主后2022年11月初2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见圣社恶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启示录12章第1节到13章18节。后来，伫天顶有一个大景象出现，有一个妇人人穿日头、脚踏月娘。头顶12粒星的花冠，伊怀孕要生伊囝，在喙唇痛疼嗷叫。伫天顶阁有一个大景象出现，有一尾赤色的大尾龙，伊有7个头、10支角，7个头顶7顶王冠。伊用尾溜甲天顶1/3的星扫落地。迄尾龙徛伫底要生囝的妇人人的面前，听候伊的囝生出来，通甲伊的囝吞落去。迄个妇人人生一个查甫囝，伊要用铁管治理万国。毋过，伊的囝互人接去上帝面前，到伊的宝座遐。迄个妇人人逃走去旷野，伫遐上帝有甲伊备办一个所在，互伊通得到照顾1260日。后来伫天顶有战争，米迦勒甲伊的使者去甲迄尾龙交战，龙嘛甲伊的使者起来应战，龙刣输。伊甲伊的使者伫天顶就无所在通住，迄尾大尾龙就受ฮ็落去。伊就是迄尾老蛇，叫做魔鬼、撒旦，全人类的迷惑者。伊受ฮ็落地，伊的使者嘛拢甲伊做伙受ฮ็落地。后来我听见伫天顶有大个声讲：现在。咱的上帝拯救权能甲主权已经实现，伊已经显示伊的基督的权柄。迄个明日伫咱的上帝面前控告咱的兄弟姊妹，已经受ฮ็落去。咱的兄弟姊妹靠羊羔的血，甲因所见证的信息，已经较赢迄尾龙。因甚至到死都无惜家己的性命，所以这个天甲踮伫迄中间的，恁拢着欢喜。总是地甲海惨啊！因为魔鬼已经气噗噗落去恁遐，伊知影家己的时无久啦。迄尾龙一个知家己已经受ฮ็落地，就去入。迄个生查某囝的妇人人，妇人人有得到大只鹰鸟的2支翅，通爬去旷野，到伊家己的所在，伫遐得到照顾3年半久，无受到老蛇的攻击。迄尾龙伫妇人人的后面，对喙吐出亲像大河的水，要甲伊冲走。毋过，大地帮赞妇人人开喙，甲迄尾龙吐出来的河水吞落去。龙就对妇人人发受气，去甲妇人人其他的子孙，就是遐个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以及为着耶稣做见证的人交战。后来，迄尾龙去徛伫海平的山顶。启示录13章第1节。后来，我有看见一只兽对海面起来，伊有10支角，7个头，10支角有顶10顶王冠，逐个头壳顶拢有磅礴上帝的名号。我所看见迄只兽亲像豹，伊的脚亲像熊的脚，喙亲像狮的喙。迄尾龙将伊的能力、王座甲大权柄交互迄只兽。兽的一个头壳
亲像有受到致命的重伤，毋过伊的致命伤有得到医好。通世界的人拢感觉真稀奇，去缀伫兽的后面。因拢拜迄个灵，因为灵有将伊的权柄交互兽。因嘛拜兽讲，啥人会当甲即只兽相比？啥人会当甲伊交战？后来，即只兽有得到一个讲大话甲诽谤的喙，伊得到允准，通执行权柄42月久。伊开喙亵渎上帝，亵渎伊的名甲伊的布边，就是遐个住伫天顶的人。伊嘛得到允准，通攻击信徒，甲因征服。伊阁得到权，通治理逐个族群、逐个民族、逐款语言甲逐个邦国。所有住伫地上的人，因的名伫创造世界以前，无记伫受台的羊羔的活命册，拢会拜迄只兽。有耳孔的，拢着听；迄个应该受掠的，着受掠；迄个应该受杀害的，着受刀杀害。因为安尼，信徒着有耐心甲信心。后来，我有看见，阁有一只兽对地面起来，伊有两只角，亲像羊的角，讲话亲像灵。伊伫头一只兽的面前执行头一只兽的权柄。伊叫地甲住伫地上的人去拜头一只兽，就是受到致命伤，阁得到医好迄只兽。伊行大奇迹，伫人的面前，跳火对天降落地，可用受允准伫兽的面前行的奇迹来迷惑地上的人。凡福因着甲迄只受刀伤要活地的兽做一个像，伊阁受允准将活气分入去兽的像，互兽的像话讲话，阁杀害所有无拜兽的像的人。伊嘛甲众人，无论大小、好野散车、自由的做奴仆的，伫因的正手也是头遐砍印做记号。无砍兽的名，也是无代表伊的名的数字的就袂当买卖。对这个代志，着有智慧。聪明的人着算出兽的数字，因为数字代表一个人的名，这个数字是666以上。战胜邪恶。台湾人对农历7月有真侪禁忌。6月台南美术馆推出亚洲的第一甲绣婚展，因为逼真的鬼怪展品引发热议。其实，爱谨慎完备的，毋是龙蛇屠城，是末世的邪恶势力。近来持续的疫情、战争、饥荒、森林野火等灾难，带来末日的警讯，提醒咱着警醒。今仔日的经文中，咱看到天顶的异象，甲地上的迫害和战争。这个异象定因近东甲希腊罗马神话中邪恶甲正义征战的传统。妇人人怀孕生产的艰难，代表犹太人毋望弥赛亚国度要来临的前兆。这个妇人人毋是一个人，亲像夏娃也是玛利亚，是代表上帝军队者教会。另外，大火龙徛伫山坡顶，等要吞食妇人人所生的囝。大火龙就是古蛇，名叫魔鬼，也是撒旦。
大尾灵毋是一种动物，是指背弃上帝、迫害上帝子民、无公义的关系。这就是启示录要指责批判的对象。经文描述妇人人所生的囝受提到上帝的宝座，这个囡仔将来要用铁管管辖万国。这是指受台的羊羔，特别带领受苦的子民来到圣洁威严的宝座前。伊是受苦者所仰望的弥赛亚，是拯救者甲逃放者。后来，天使长米迦勒甲大马灵争战，灵写落地面就迫害妇人人。总是妇人人得到帮赞，逃到旷野，无受攻击。灵搁向妇人人其他夭春的儿女开战，因就服从上帝的命令，信守耶稣所启示真理的人。启示录记载天顶的征战甲得胜的宣告，所有征战拢伫上帝的掌控内面，伊永远保护、眷顾伊的子民。经文中，天顶和地上的对比，为上帝子民伫现实生活中所经验的痛苦提供深刻的意义，佮揭示上帝子民伫征战中的确的凯旋。几年前，有福音队来阮的教会协助带领儿童营。有一日早起，阮去街仔发传单、唱诗歌，倒转来教会分享。祈祷时，有一位查某囡仔互恶者搅扰，毋但大声喝休，也拍破玻璃窗。我甲同工随时奉主的名祈祷，其中2位姊妹对我跪伫涂骹，汗甲目屎搓搓滴，呼求主耶稣来帮赞。因并无熟悉迄个查某囡仔，却是疼伊。经过一段时间，查某囡仔伫挣扎中呼求主的名，偷偷放松，落尾得到讨放。阮就亲像甲大马灵征战的妇女，当阮宣扬主的名的时，恶者就来搅扰；当阮宣告耶稣得胜，查某囡仔落尾就得讨放。上帝的子民无法度避免恶者的攻击，总是可能成做上帝和咱之间相拄的交汇点。无论大马灵安怎迫害教会，落尾必定失败，因为伊所面对的是创造宇宙的上帝。咱只要坚定相信上帝，落尾的确会得胜。默想，主基督虽然亲像羊羔牺牲，落尾的确得胜。伊所赎回的人，也就是军队伊的人，也要因为信靠伊战胜邪恶。主基督虽然亲像羊羔牺牲，落尾的确得胜。伊所赎回的人，也就是军队伊的人，也要因为信靠伊战胜邪恶。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我要宣告这末日之战是胜负一定的征战。求你拭去伫灾难中的人的目屎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